嘉瑩，我是嘉瑩，喺我身邊呢一位就係我嘅老公洋洋。在我身邊這一位就是我的老公洋洋。我哋係貼心牧師族系嘅 Wendy 同埋 Kojer 嘅門徒。我們是貼心牧師體系 Renee Kojer 的門徒。喺我同埋洋洋結婚之後，在我跟洋洋結婚之後，我好想為洋洋生一個孩子，我很想為洋洋生一個孩子，但係我卻患上咗多囊卵巢綜合症，但是我卻患上多囊卵巢綜合症，不能生育。不能生育。喺期間，我拜好多嘅偶像，包括紫微斗數、算命。在期間，我拜很多的偶像，包括紫微斗數、算命，同埋稱骨、三世書、手語數9日咁樣。還有稱骨、問三世書，還有每個月如數9天。我仲擇吉時去行房同埋量體溫，還有我選及時行房，還有量體溫，用盡千方百計去到試，希望可以有生育嘅機會。我用千方百計去嘗試，希望有生育的機會，但係一啲果效都冇，令我非常之失望同埋沮喪。但是一點果效都沒有，讓我很沮喪、很失望。有一日，我有個好朋友同我講，有一天一位好朋友跟我說，你有冇試下相信耶穌啊？你有沒有試一下相信耶穌呢？呢一句說話一直喺我嘅心裏面。這一句話一直在我的心裏面。有一次我開電視去睇到一個福音嘅節目，係開心快活人。有一次我開電視看見一個福音的節目，是開心快活人，我就膽粗粗咁樣打去決志相信咗耶穌。我就壯着膽子打電話去決志相信耶穌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主，感謝主。我信咗耶穌之後，心裏面非常之咁平安，離棄晒一切嘅偶像。我信了耶穌之後，我的心裏面非常平安，離棄了一切的偶像。喺教會裏面，弟兄姊妹不斷嘅為我不育去到禱告，在教會裏面，弟兄姊妹不斷的為我的不育去禱告，教我讀聖經，為自己禱告，叫我去看聖經為我禱告。喺裏面我讀到馬拉基書3章10至11節，在聖經裏面我看見馬拉基書3章10到11節，裏面令我非常之扎心嘅，佢就係話我要當納1/10去奉獻俾我嘅神，我就憑信心去到行上呢一個應許。讓我非常扎心，裡面教導到要把當納的1/10奉獻給神，於是我就去做。哈利路亞，神蹟奇事就發生咗。哈利路亞，神蹟奇事發生了。我有咗 BB， 我有了孩子了。神賜給我一個好可愛嘅女兒。神賜給我一個很可愛的女兒。感謝神，讓我個信心行上，佢俾咗咁大嘅應許我。感謝神，他讓我信心走在應許裡面。我呢一個嘅信心係一直會帶落去，成長落去。我這個信心會一直不斷地成長下去。而家我個女已經20歲啦。現在我的女兒已經20歲了。佢咧喺大學裡面修讀緊幼兒教育。她在大學正在修讀幼兒教育，將來要成為利未老師。將來要成為利未老師。喺12年前，在12年前，我前組長 Candy 佢帶我嚟到611教會。我的前組長 Candy 帶我來到611教會。佢陪伴我走過8年嘅高山低谷。他陪伴我走過8年的高山低谷。跟住我丈夫願意返教會。
我哋就轉咗去 Wendy 同埋 Koja 嘅夫妻小組裏面。然後我的丈夫願意來小組，於是我們轉到去Rene 和 Koja 的這個夫妻小組裡面。感謝主，組長帶我哋去到另外一個嘅屬靈層面。感謝主，組長帶我們來到另一個層次的屬靈層面。我看見佢哋夫婦裡面有愛與信任，我看見他們的夫妻裡面有愛與信任，對小組員嘅付出，對小組員的付出，我哋真係非常嘅感動。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。喺裡面，佢哋夫妻去到建立牧養我哋，鼓勵我哋成為關懷小組長。在他們的牧養當中，他們來建立我們夫妻，鼓勵我們成為關懷小組長。喺牧養嘅過程裏面，我同我老公成為親密嘅戰友。在牧養的過程當中，我跟我的老公成為了親密的戰友。喺最初嘅時候，我哋咧食飽飯咧就落去海旁嗰度行。我們每一天晚飯之後就會到海邊去散步。亦都響應當時咧教會行10000步，也是響應當時教會提倡的走10000步。我哋喺旅途裏面，我哋彼此分享自己組員同埋聽下神禱。在路程裡面，我們就是彼此分享，也講一講組員，然後一起聽晨禱，一邊敬拜，一邊行。我們一邊敬拜一邊散步。為組員、為自己、為家庭，去到將一嘅事情交俾神。為自己、為家庭、為組員，一一的把事情交託給神。感謝主，我哋夫妻嘅關係有突破。感謝主，我們夫妻的關係有突破。神醫治咗我哋兩個之間嘅麻木感同埋疏離感。神醫治了我們之間的疏離感、麻木感。我哋而家非常嘅溫暖同埋甜蜜。我們現在非常的甜蜜和溫暖。喺我哋牧養組員嘅當中，在我們牧養組員的當中，我哋有組員係婚姻不和同埋差不多決裂嘅。我們組員當中有婚姻不和，還有幾乎關係決裂的，有賭博嘅隱癖同埋欠債嘅。有賭博的隱癖，還有欠債的。感謝主，他們能夠敞開。感謝主，他們能夠敞開，將事情去到交俾神，將事情交給神，讓佢哋喺呢一個嘅賭博隱癖裏面不再被捆綁，讓他們從這個賭博的隱癖裡面不再被捆綁。有夫妻仲參加夫妻營，佢哋嘅關係得以和好。有夫妻也參加了夫妻營，他們的關係得以和好。感謝主，感謝主，神呢將牧養多而又多嘅神蹟奇事恩典去到賜俾我哋。神在我們的牧養當中多而又多的把恩典神蹟奇事賜給我們。喺我哋牧養兩公婆牧養嘅時間，我哋都面對一啲嘅考驗。在我們夫妻牧養的期間，我們也面對考驗。喺過去嘅7月中，在過去的7月中，我先生洋洋佢心口痛、急促、氣急促同埋咳嗽。我的先生洋洋他心口痛，然後咳嗽，呼吸急促。我哋去咗醫院度做檢查。我們去了醫院去做檢查，最後證實佢患咗肺癌第4期。最後證實他患上肺癌第4期，並且已經轉移去到骨同埋腎上腺，並且已經轉移到骨頭還有腎上腺。佢得咗呢一個病，其實係佢身體嘅基因18同埋20係突變。他得這個病是因為第18和第20的基因突變。喺香港少有呢一個嘅出現，而全世界每100
8個癌症嘅病人裏邊，會有4至5個係呢一個嘅類別。在香港是很罕見的，而在全球每100個患癌症病人、患肺癌的病人裡面，只有4到5個人是這個種類。所以佢要服用標靶藥、電療同埋化療。所以他要服用標靶藥，要做電療、化療。當我知道呢一個嘅消息嘅時候，當時我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我真係好難受，好心痛。我真的很難受，很心痛。我好怕失去咗我愛嘅人，我很怕失去我愛的人，心情跌到落谷底，心情跌到谷底。但係洋洋卻滿有平安。但是洋洋卻滿有平安。佢話神一定會為我哋開出路。他說神一定會給我們開出路，一定叫我哋能夠忍受得住，一定讓我們能夠忍受得住。所以我哋仍然堅持喺苗圃8福裏面帶小組。所以我們仍然堅持在苗圃8福裏面帶小組。而我老公仍然堅持喺早堂裏面做招待服侍。而我的先生也是仍然堅持在澡堂的崇拜當中做服侍招待。好感謝主咧，我哋有好多嘅團隊，有10幾20個人咧，就為我哋去禱告守望。感謝主，我們有10多20個屬靈的戰友為我禱告守望。感謝神咧，預備我哋嘅一切咧，合適嘅治療地方啦。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一切，為我們預備適合的地方治療。我去醫院咧，只需8分鐘就可以去到去治療。我只需走路8分鐘就可以到醫院接受治療。同埋感謝主咧，我只係可以付出300幾蚊就可以醫藥費就可以搞掂。也感謝主，我總共的醫藥費也只是300多塊錢。我哋咧可以一路牧養，一路治療。我們可以一邊牧養一邊治療。感謝神嘅醫治咧，而家我嘅骨癌細胞咧係完全康復咗。感謝神的醫治，現在我的癌細胞完全的離開了。手嘅喐動嘅能力咧係自如嘅，手也能夠活動自如。咁我肺咧嘅個癌症咧完全萎縮。肺部的癌症腫瘤也完全的萎縮。肺個積水咧係已經醫治咗消炎咗嘅。肺積水也消炎消失了，得到醫治。係X 光而家照落去咧係完全康復晒嘅。肺部的 X 光照進去已經是完全康復的。感謝神嘅莫大恩典啦！感謝神的莫大恩典。喺呢個短短3個月咧，醫治咗我。短短的3個月就醫治了我。我哋對神認真，我們對神認真，神就對我哋認真。神就對我們認真。雖然咧係雖然呢，我哋仍然要繼續去到治療。雖然我們仍然要繼續的治療。無論遇到咩事，我哋都願意一生跟隨主耶穌佢。我們無論遇到任何事，我們都仍然願意一生跟隨主耶穌。上星期咧，我哋已經係按立咗為小組長嘅。上個星期我們正式按立為小組長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主，榮耀頌讚歸俾耶穌基督，榮耀頌讚歸給耶穌基督。